自欧洲各国的维吾尔和藏人团体在位于瑞士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前面举行示威，以抗议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年度会议正在这里召开，而日内瓦成为了繁华示威的舞台。示威活动引起了媒体的注意，示威者高喊“为东突厥斯坦和西藏自由，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在决定将无人机出售给塞尔维亚军队之后，前一天，中国警察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雷德巡逻，以帮助中国游客。北京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令其西方盟友担忧。来自中国河北省的中国警察开始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雷德的街道上巡逻，以帮助中国游客和“一带一路”项目的工人。塞尔维亚内政部长斯特凡诺维奇在贝尔格雷德举行的首次巡逻仪式上强调，预计今年中国游客人数将增加40%，凸显了采取这一步骤的重要性。他还告知，联合巡逻将在诺维萨德和斯梅代雷沃展开。周五，成百上千的埃及人在开罗和其他城市举行了针对阿卜杜勒·法提和西西总统的抗议活动。维权人士聚集在几个地方，包括首都解放广场，并高呼反政府口号。据报道，一些抗议者被捕，广场附近的一些商场被关闭。一名叫穆罕默德·阿里的活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呼吁国防部要逮捕军政府总统西西。美国已将伊朗国家银行列入制裁名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一直为军事选择做好准备。特朗普指出，伊朗目前实际上是空手，他们实际上可以非常轻松地解决问题，他们要做的就是与恐怖分子愤怒。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比杜纳希尔·希米迪对于美国宣布的新制裁表示，重新将中央银行列入制裁名单，显示了美国在寻求向伊朗施加压力方面的空手之力。亚历山大 M 弹道导弹用于2019年中心军事演习，该演习由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有强大军队的国家联合进行，具有高机动性和机动性。亚历山大 M 战术导弹可以在短短20分钟内准备就绪，这些系统的航程为500公里，取代了 OTR-23 欧卡系统，后者是在1987年苏联与美国签署中程核武器协定后废除的。